新竹竹东相当淳朴，也很有特色。今天跟默默走访竹东，第一站先到软桥社区，这是一个色彩缤纷、充满故事的小村庄。跟着我们的脚步，一起在这个美丽的社区打卡拍照吧。玩累了，软桥社区也有地方让大家可以歇一会儿，拎拎现炒茶。阿爸，我要一杯现炒茶。好，我拿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这一杯给你。谢谢，三毛妮，三毛妮。好，谢谢你有的去摸捏。对。妹妹，你喜欢法图吗？喜欢。喜欢里面有地板又好法。走，我们去法图。默默，你喜欢法图吗？喜欢，我喜欢法图。那你喜欢法马盖？我喜欢画小花跟小兔子，还喜欢画小太阳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你再画画。哦，妹妹，你发好吗？画好了。画好了。哦，你画得好漂亮哦。谢谢。你要说新梦妮，新梦妮。对，很棒哦。哎，老板，我看到啊，表当有动豆凸哎。呀，他们很爱水养法呀，你法动作啊。哦，好厉害哦。你可以在这里法凸，另外表当入动豆凸可以欣赏。默默要表当入马改。有小狗跟天鹅，那个是什么？还有牛。牛。哎，我们刚刚是不是有看到猪猪在哪里？在那边，我们去看看。大家好。哦，你好。你们的社区真的是动匠哎。系啊。都在画什么？全部画你农耕人的生活哈，各方面的个姿态啦，哈，韩国教育你下一代客家的个本色的个所有的国宝西天嘛个有。自己法凸动盛起，逛逛社区，看看表档改凸，也会觉得很有收获哦。软桥社区好漂亮耶，默默你喜欢吗？我喜欢，因为可以画画。我也很喜欢哦，因为表档入动豆凸。